后来继续来看高雄的公山国小，有一项营养午餐的菜色，去死马铃薯炊卵，最近伫网络顶意外来抢红。这项由杜江妈妈甲学校的午餐执行秘书用心来发想的料理，因为凊看起来毋是介好看，就开始阁有学生来弃嫌，想袂到一食落了后会遐尔好食，学生是小抢食了了。学校的老师伫面册分享这项料理的食谱，是吸引到220万人点来看。马铃薯切一丝一丝，落鼎炒粉汤，所以调味盐够糖，拢爱掺。加入烤蒜鸡卵，给打咧，落尾给吹好熟，说落来这一步真重要。要直接开的热气，还是要放到蒸汽箱再把它蒸一下？用下去有气势香气，这好滋味配补。营养午餐时间一个到，这一项料理囡仔上爱吃。好吃，口感很浓郁。你喜欢吃怎样的？有气势。就我只是给他一个菜名，就说我想要这个道菜，然后请你帮我做出来，然后他们就是非常配合，而且很积极的，就是把这些菜都做出来。高雄公山国小主席妈妈叫菜名想到做气势马铃薯炊卵，最近伫咧网络顶抢红，学校老师伫咧编册普文分享，向220万人点来看，嘛希望有食谱更加。家看到食谱之后，就是后来有非常热烈来跟我分享他们实作后的成果。学校是毕竟是量大，那如何拿捏它的那个调味食材，嘛是一个迄个啦，嘛是慢慢这样尝试。主席妈妈真用心，让学生喜欢这个味，嘛意外和朋友讨论家己试试，正做国小营养午餐界真有名的菜色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